呆呆童书多元家庭篇，我们的家不一样。有一天在课堂上，老师要大家介绍自己的家庭。我的家里是个3代同堂的家族。我的妈妈是外国人。我们家3兄妹和妈妈住在一起。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家庭。OK 绷的秘密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经历过很可怕的事情。爸爸和妈妈几乎天天吵架。爸爸喝了酒之后，甚至会动手打人。想一想，打110报案专线，打113保护专线。